山的路顶闪闪闪，怎样用咱这稀微？若想起初咱时阵离我长蜜甜，无你咱情海仿佛山着来分开。为什么你无来听阮来解释？点点着来做你去。到底你心在哪里？你讲你永远爱阮，永远照顾阮，如今你放下着阮，害阮找无你。是安怎阮每当来放袂记你？无情的人怨恨你。暗月亮无看见，孤单来到他乡的都市，到底你心在哪里？你讲你永远爱阮，永远照顾阮，如今你放下着阮，害阮找无你。很难得，今仔日我先讲，安尼讲较好看。那有人安尼袂用安尼啦，较正经的啦。今日天天开心，阿杜要互恁的俗语就是讲，鸟鼠爱猪才袂夹破布地。原来是水牛无更片，讲袂拖车。对，啊那差厝无大会生白虾。哦，我先解说。鸟鼠爱猪才袂夹布地，就是意思讲吼，咱这个鸟鼠若无猪吼，伊会定定来偷夹布地啊。爱布地若夹破了，就是损失对咱家己家庭啊，对不对？意思讲，咱这公司内底啊，有遮大间啊，内底一定有一两个小人啊。我毋是讲观众朋友来讲，有一款人啦。所以啊，这款人吼，咱都爱大家协力，甲伊治掉。咱这公司啊，才会当长久永远做落去。才袂去哦，这个歹人甲咱败害掉，对不对？不要有害群之马，对啦。啊，我咧讲吼，迄个水牛无更片袂拖车，意思讲，这个水牛嘛是迄个精丝嘛，伊比较有野性，所以这片吼一定爱甲更空。所以咱若甲牵的吼，啊要牵倒位，伊就缀咱倒位，安尼较会乖就对啦。是讲你讲安尼嘛奇怪呢，啊你无更片哪会晓骑车啊？迄个人啊，甲精丝哪有共啦？你咧讲伊倒位去啦？你敢卖菜好无？我即摆咧讲俗语啦。啊，我咧讲吼，比如讲一间公司啊，你顶时若要教这下死的时阵吼，啊用甲开导的，毋通直直解骂，伊听袂入去啊。啊用开导，看甲伊讲，伊就会清楚。对，啊那我的意思讲吼，差厝无大会生白虾。你若一间差厝若顾拢无叫大，伊就生迄款白虾出来，甲你就安尼。啊你若意思讲吼，咱这代志一定爱接做。你无听人讲，若安尼三工无溜就爬上树。你无论什么代志一定爱接做，才会熟手，才会骨溜安尼。你若无做啊，随行了啊。所以咱做人啊，万行都爱啊。咦，爱红少林。
情。